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喜来也》，我是吴依蓉。喺屏东市嘅林子女呢，有一只河婆七乐个吼，几只嘅乡亲呢，因为係對廣東嘅河婆鎮晒到台灣來嘅。雖然講無幾多富人咯，不過因能國體派因能咧色彩啊，因能咧宗教信仰文化啊，還個因能咧嗰多語言，後尾台灣嘅一般咧。所謂嘅客家，韓國語言佢冇共用，故所以呢也非常希望嘅我來上修，我來傳承因嘅河婆文化嗬。我哋今日呢都有請到屏東市河婆客家文化協會嘅總幹事韓生前總幹事來同我哋分享河婆客家文化，分享總幹事。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河婆第三台，我係韓生前。哦，原來唔頭都講河婆客，如係安尼吼，係講韓生前。哦，河婆客係講前。我哋講嘅音調係是24音。哦。我們是24音，闽西安呢是13音。哦，也是相反，是不是？對。嗰種嘅音嗰種回流。有嗰種回流，有冇種回流？嗰啲配到吼，咁總幹事同我哋小解一下，有個林子女，韓國林子女地輩嘅河婆起落好冇？大約哈，只係35、6年嘅時節啦，哈，阿公就帶到家哥，還有佢家18兄弟，還有阿爸，我熟幾年。目前有19個人做下從大陸河婆到台灣來，忙到台灣來之前有河婆嘅鄉親先來台灣發展來呢樣打拼，寫信做你河婆講喺台灣呢樣嘅生活還唔錯，阿公幾年兄弟幾個人參詳以後就決定愛來台灣呢樣發展，就一路從河婆一路行到汕頭，到了汕頭就坐船到高雄，到了高雄就問高雄嘅鄉親地方有客家人，有客家人就應該報講屏東。就近行到屏東林子女呢樣來，就睇呢樣落腳，慢慢的就近來近多嘅河婆人就當中多了呢林子女，人多人冇法度生活就有個人就吐到佢灣中嘅人就有個到新竹東，有個到花蓮。要到台東，要到恆春，就咁樣，係。哦，咁青島嘅時期，台灣有青島河婆客，差唔多有多少人？差唔多要100人戶哦，100人戶。日下喏，日下林子女日下全部媳婦係哦，睇下都曬出去嘅。冇就冇搬出去就冇幾個係哦，春毛師傅。咁你錄下衣服，能相韓有一道。相韓呢，大概有6戶唄。哦，有6戶。你們佔了一半以上哦。我們佔了一半。嘿哦，哇！姓林的一戶，姓劉的也還有2戶，還3戶，可是他們都散開來的。還有姓黃的有1戶。哇！姓蔡的還有2戶。哇！你係青苔鄉呢？吼，喺台灣的河婆客。我連相韓呢，睇了嗰度人。嗰種攏一塊相種。不過就算青島北高夫家下，睇林子女係算多數還係少數？相韓呢，落鄉菜差唔多。差唔多。不過林子女唔單像河婆客嘛，係咪有東多嘅族群不一樣？後龍人沒有，外省人沒有。住在衡陽街裡面的全部都是河婆人。我們是在衡陽街，我們在大同路，大同路上就有部分一半一半有後龍人，有退伍軍人，都有。嗰種唔還是阿公阿婆爸爸媽媽住喺屯江河婆客。
我做细的时，我无看过阿公啊。哦，冇看过阿公诶。我三岁的时，阿公就无诶。哦，系哦。迄是甲白林下路一块，迄是河旁人啦。迄位讲，那是到了小学3、4年级啊，一位新的朋友啊，就我们又不是客家村嘛，所以就慢慢的客家话就比较少在讲。就会转来有卡爱是有卡爱人怎会讲？屯大家路腔样，客家都多的情形就腔样。咁河伯客睇睇大家路係用乜嘅方式來落實，怎麼維生啊？大家做嘅條路係乜嘅？35、36年過來時啊，以前的介時節啊，介時節嘅生活啊，有啲貧困，有啲辛苦。有手藝的，他就各自發展。沒有手藝的呢，就有我哋河旁人啊，會搞佢做豆腐啊，搞佢做豆腐，做豆乾。所以說我們那邊啊，有一部分人在講，就是說，河婆人的子弟幾乎都是靠豆腐養大的。可能係有一啲頭，有人帶頭，伊會做，路一啲搞一個。是互相幫忙啦，互相幫忙啦，因為他沒手藝，你叫他怎麼辦？因為豆腐的生意就是利潤比較高，而且要教起來也比較方便。嗰個幾多年就做豆腐，幾多年就學做豆腐、做豆乾。當就是那個時候最興盛的時候，我們那邊是很出名的豆腐街。台南以下都要到我們那個地方拿豆乾。做得非常非常的大。河坡啊有3步。擂茶。用豆腐茭雞飯，茭雞飯是什麼？鳥仔飯。我用介紹俾你聽好嘛？好啊。我先講用豆腐。用豆腐就係豆腐買進來，滷啲鹽上去，本佢出掉豆腐水。豬肉就一半一半，配喺西話一半一半，蝦公、蒜頭，還有一些鹹魚，放啲調味料落去到了變成醬了以後呢，就把豆腐切開來，挖一個洞，把肉鑲進去，豬肉鑲進去，然後去煎，煎得差不多的時候就放醬油。放醬油，放水下去燜，這就是釀豆腐。講咧擂茶就，做些係個鹹哦。鹹哦。我看豆腐卡做擂茶係會鹹，佢按台灣公司咧一下就虧。你講按台灣講，一下就。過2點鐘伊就虧。虧就是餓。外人講嘅虧就是餓。虧就是係妒忌，講虧按天嘅，給擂茶做法係是按樣，係是擂茶板，就是外面的一般的擂茶的擂茶缽，棍子就是用這個拔啦，拔嘅橋來攞啊，裏邊材料有拍麻。鐵條有聽見冇？飯條係鐵條，有金骨飯聽見冇？金骨飯就係九層塔。七層塔。九層塔。然後薄荷，我們講什麼？你知道嗎？人講薄荷。你們講薄荷，人講碧琪。係哦。我哋講碧琪。鳳陽絲。唔知。鳳陽絲聽過嗎？唔知。鳳陽絲就是紫蘇。
就紫苏，哦，这个就是擂茶汤基本的，好，还有香菜，然后去研磨成擂茶膏，磨好了以后会变成擂茶膏，就煮好爱滚水，你嘛落去，标啲盐，这就是擂茶汤。是鹹咩？鹹咩？冇像人家嗰度嘅名勝如係是那是甜咩？甜的，因为那个给人给做法的是有点商业化，而且不道地。那个不道地。我们河婆人是3餐都可以吃擂茶的。就係做真傳呢？我們金傳的，一個價錢也呢。那是真的好吃，真的好吃。有機會的話，可以到我們那邊去。我一下鹽豚後來水。你近佢咧，你一定到一定咧。係有啲係調味版。調味版，調味版呢是個做是夠麻煩些，你要用個再來米粉，再來米的粉去煮成糊。煮成糊了以後呢，你就要放在那個臉盆裡面，把它撩起來放在臉盆裡面，然後要加太白粉，要加那個地瓜粉，然後下去挪，挪成變成一個麵團，就是一個小米團。然後它的配料呢，它的配料就是豬牛絞肉。然後蝦仁，還有蒜白，蒜拍嘅，長長嘅唔可以哦，要蒜拍嘅，攞去炒好來，這個麵攪好了以後，就做一個小劑子，用手慢慢捏，捏它是不是有一個慢慢上來了以後，慢慢會捏成還有一個中型這樣子，然後呢，這個炒好的料放進去，兩邊一折。它就好像有個小鳥的樣子，很漂亮。你係個芡嚟，佢冇。佢個芡個醬。從調嘅。就調味版。講下什麼藝鹽豚後來水。藝術觀眾朋友應該沒共用，看像是的河婆下路豚，俺冇共用嘅呢，還有其他嘅東西哦。俺嚟了下聽過幾首唱中國詩路同俺嚟分享。歡迎到咗來福喜來嘅現場，我哋今日嘅來賓係屏東市河婆文化發展協會嘅總幹事韓生燦總幹事，佢是用河婆話，唔過我嘅音調冇辦法，我第一擺現場聽到按到嘅河婆客話呢，幾好聽呢，可是有一些有唱片我哋嘅試驗，有唱海料嗬，係唔係一個貼牌的強調呢嗬？係咪總幹事咩係？作為總幹事，能有按到機會講兩轉河婆客嗬？這邊用嚟講啦，係是廟嘅發展到5-6年前啦，就某人會沒有人會去運作這個廟的，要怎麼運作？沒有係三山國王，沒有。三山國王是。頭都啱啱講到嗰度食的嗰度東西就佢冇共用嘅，係個三山國王咩係對河婆係非常重要嘅信仰。三山國王係是河婆的發源地啊。河婆係發源地。三山國王佢就金山、面山、竹山就係三山國王的發源地。林田祖廟呢，就是三山國王的廟地。所有的在河婆的鄉親呢的重要的一個信仰中心。咁一下林子女一片河婆嘅三山國王，就係對睇了河婆嘅片過來嘅嚇。將過來時節嗰時生活無安好，個困難過了幾年以後在當地的就是比較年長的就有提議，因為我們的信仰中心
已经就都在大陆嘛，那我们整个人都移居到台湾林子内这边来了，那就在问说，不知道谁有带着香火过来？我爷爷刚好有带着香火过来。阿公又帶咗香火過來，就講有香火嚟就嚟用我們的雕刻我們的三山國王啊。但是我們從大陸過來的三山國王，不是只有三山國王，我們還有文武將軍。我們的文將軍是韓子輝，武將軍是張木坑。那三山國王要給人家雕刻 ，OK 沒有問題，那個有那個圖案，沒有問題。但是文武將軍全台灣都沒有。雕刻師他說他沒辦法。那沉潛的差不多有一段時間，才有這個意境出來，然後趕快跑過來跟我們地方上的老一輩的講說，他已經有意境了。有意境那就雕刻吧，就這樣子。雕刻出來了以後，因為當時沒有廟地，冇廟體你蒙也不用得嚟蒙呢。就用一個最簡單的方式，就用一些水泥弄一些細石子細的那個砂石，然後做了一個很重的一個供桌。然後呢，沒有廟地，就把供桌放在河婆同鄉的家裡，他的地方比較大，就放在他那邊，所有河婆人去到他家裡面拜王爺。是這樣子。咁乜嘅時間能有廟誒？嗰6,700年有6,700年過後嘅發掘的那個衡陽街43號那邊有個空地，就講說在那邊蓋一個小廟，先供奉王爺這樣子，就才搬到那個小廟地那邊去。經過了幾年，那個廟又壞掉了，然後當時就是慢慢的就是經濟比較好一點點的，那有我們這邊的河婆鄉親也有很多人出國，然後有接觸到香港的河婆人，然後馬來西亞的河婆人都會回來，因為大陸那時候是沒開放的嘛，都回來台灣到我們林子內三山國王這個地方，因為這邊都是河婆人都在，而且他們都還有認識，都還有會有認識沒有認識，因為河婆人他們都是照着輩分在取名字，要找一個鄉親很容易，非常非常容易，你講什麼輩的姓什麼什麼輩的，一講任何馬上就出來了，他們很容易找到親人。那這個廟壞了，然後他們又有過來到我們這邊，然後就是大家的踴躍捐款然後慢慢的把這個廟重新蓋起來。就是現在這個廟就是三山古廟，是這樣的。三山國王對嗰度客家莊客人來講，係個重要嘅信仰中心嘛。俺個相信噶是鄉親朋友有登上看客家電視啊，算關心一個客家相關嘅新聞。可能如果有印象，河婆還有一個特別的給洛亞，一個自拋歌，係也係我有按特別的一個特別的風俗。算風俗係咪？嗰是喺大陸喺大陸佢哋就係正月初一，兩個王爺就係韓子輝跟張木坑兩個王爺佢就會出巡。三山國王是不動的在大陸三山國王是不可以出巡的只有這兩個將軍出巡。那大陸大陸有15個莊那個時候講寨，就是山寨的寨嗎？寨，對，講寨。那寨的話，就是應該是我們現在的一個鄉鎮吧，差不多吧，我不清楚啦，反正就是兩個人同時出門，然後走到15天，一人就負責一半，然後到了任何一個莊。
然后庄里面的年轻人就会出来接轿，接了轿以后呢，他们庄内的纸炮糕，就是竹竿炮，就会家家户户都会缠绕然后接王爷进来然后在他们庄内绕了一天隔天然后再启程，再往下一个地方这样子，都是这样子。刚个街路也就是各种种度的后生各种，每一种的后生会接去给，本庙的人就会讲去抬到这个庄他们给他们接，接完以后这个本庙的人再抬到下一个庄给他们去接这样子。刚来到台湾过后，路还本保持，还喺到哪年？来到台湾就是冇按到庄我哋古一个林子梅细细嘅地方嘅就也梁介邦也出来就几路也嘅时以前就长一班竹东嘅乡亲，花莲、台东。恒春，所有的乡亲3月班，招行，要么就3月14，佢咧就全部会送到林子内里啊。後生人呢冇苗蹄嘛，就騎竹竿炮，那个骑就是给就提手旁那个举，它有好几种讲法。骑就是那个也是可以讲骑也可以这样讲做牵是国语，牵老爷那个国语叫牵河婆客家也可以讲给，也可以讲骑那个用意就是主要的意思就是你可以扛着，也可以提着，就是你在扛王爷轿的时候，在冲炮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子扛着，也可以这样子提着，这样子。这是对一开始来台了，对台了过来的时间都还是保持安尼个修，中间都没有断过。以前过多的礼节呢，以前的礼节多呢，是所有都有呢。天丁抬这个灯轿什么，我记得什么都有，什么肃静什么他们都有呢，完全就是一整套都有。每日就冇人後生人出門冇進來家老人就冇呢度冇呢就慢慢掠到就冇拿出來咯，添燈嘅就冇嘅咯，到緊要保存就係咧紙泡糕，幾路呀。你冇停每一年都要。不過都冇可能從頭擺按生態。冇按生態但是我現在給他走的就是我，也沒有就是繞境，也不一定要給他轉得很出去了。但是就是我們有經過的宮廟，人家都會接駕，而且都會放竹竿炮。来接驾现在如果是比较大一点的炮阵就是有100根以上的竹竿炮的宫庙差不多有个7、8个地方。也唔會少呢多的竹竿炮呢，300支的比我多500支的像我们家是固定要500支。我们家有的公庙就是跟我们比较有来往的，就有300支这样。我相信那个对尤其客家啦，我个有共鸣，如係唔愛保持一個傳統嘅文化語言，如係非常難嘅事情嗬。唔過總幹事呢，就算頭到一開始講，傳到無師傅人咧，唔過還係個西網上去保存。我哋了解下聽過繼續來請教總幹事，以用嚟西網去保存一個重要嘅河婆文化。
常多种来福喜来嘅现场，我哋今日有请到嘅来宾係屏東市河坡客家文化協會嘅韓生產總幹事，同我總幹事分享過一度，我冇想到嗬，文化協會總幹事，我感覺啊，角度講，我分享的東西會很嚴肅，可是你講起來，很神奇呢，好奇妙哦。啊，我唔前問到，一開始嘅時間我問，你大部分嘅河坡人啊，係用嚟落實，唔講做豆腐嗰度。唔錄下咩戲下，唔咩戲下？唔咩，我錄卡就係大牽條賣膏藥嘅。由阿公啊就過來時先吐啲錄卡嘅人去國中下，叫去大牽條賣膏藥。我爸12歲過來台灣，聽阿公去做生意做冇幾年，我爸佢交際能力很強。然後他的學這個國術的這個手藝也很厲害。然後每日就用阿爸來吐到抓到戲班去門背賺錢。我熟咧甜點，每日我熟做邊推唔上來，一學壞哦，就我爸就講木開店要你來做。你重點提高就會滿杯達標咁樣。因為人哋頭都冇有樣嘅時間，都要問總幹事來做總幹事，伊都講我有限。有限錯啊！你做東西都有限啦，你冇限嘅總幹事事情多，哩雜雜嘅事情你算都算不完，一下這個一下那個。係啊，人哋頭都係講到河坡嘅屏東市嘅河坡客家文化協會。成立差不多5年啦，其實佢後生呢，是很年輕的文化協會，而且呢韓國 TPA 係現有嘅河坡嘅文物館，哪有協會嘅，吼，一個保存呢，一個歷程同人哋分享一下。就是先由莊蘭英老師，帶了一個教授，到廟這邊來做這個。田野訪談，就了解到我們這個地方的整體的有保存下來的東西，然後就跟我們提議說，我幫你們申請一個文物館，這文物館下來了以後呢，有蓋好了，文物的保存就是我們以前做的那個神桌。還有這個廣東獅，還有擂茶的，擂茶缽、擂茶棍，還有一些這個以前的很老的照片，就是這一些為主啦。當然，你如果說要去把它收集到以前小的時候我有看到過的東西，那可能就要到大陸，或是要到馬來西亞，然後去慢慢的找，或看會不會找出那些我們想象、我們以前記憶中的老東西啦，是這樣子。然後這個文物館蓋好了以後啦，這個莊蘭英老師他就跟我弟弟講說，你們應該要成立一個協會，這個協會日後可以幫助這個河坡客家或是廟裡很多方面的事物都可以由協會來處理。協會成立了以後呢，就是也很努力的我們也很努力的在想說要把這協會裡面的東西盡量把它搞齊，實在是有困難文化的部分就是大家都盡力在維持我也是很堅持我們的飲食。河坡這3樣飲食真的是頂呱呱，那3樣，擂茶、釀豆腐、椒雞板，真的是很棒的。那是真的很棒的東西。如果說有機會每年的元宵節可以到我們林子內三山古廟那邊去品嘗看看，真的是很棒的東西。我有一個問題，都係如像一開始總幹事講的，河坡一片春末14年。能成立一個協會，連人手都唔拉，真困難係咪？如去模擬，後生又提攞杯，
我見有門輩的後生人，嗰度後生人去賣，哦，係啊去。賣天壽的。誒，弄安好咯。就是2幾年哈，廟的行的走的是中規中矩嘛，而且我們是比較正統的發展的方向哈他們也了解，我有告訴他們我們就盡量保存我們的文化語言的部分，如果說日後我們有要成立一個語言班你們都可以進來學習，他們說 OK 啊，他們都好沒有關係我們多學一點是一點他們也很認同。一群後生的係行希拉提屏東，行屏東市的，也是林子內的也有啦，就是莊裡面的別的莊的，他們都會過來。每年我們熱鬧需要人手，他們都會過來。而且有一部分現在也都是我們裡面的委員爐主他們都很樂意，很熱心協會裡邊有一多的成員一多啥人？協會的成員裡面差不多有20個左右，有20個左右。咁安尼，因為一個協會韓國後生嘛，唔過好處咩係有嗰度拍啲模範可以看，大家觀摩交流安尼。咁對拍啲地方看到嘛，佢感覺講，安尼河婆也可以來做嘅呀。河婆呢個協會我看啦就是盡量給他朝着我們的語言，就是河婆話。還有我講的河婆三寶，這3樣東西，還有我們的河婆語言，要先給它能夠穩定住。穩定住的意思就是說，至少我們在附近的學校，我們可以去找到校長，跟他有所交談，然後看可不可以把我們的河婆特殊的這種客家語言加入在他們小學的課本裡面，再加入到那裡面去。然後這個飲食的部分就是我們可以成立一個河婆飲食班，我可以無限的供應你們，無限的，你們要學我就一定教你，因為這3樣東西我都會。而且做的都很好。這個啊。我自個都會，我都會。我可以教你們，你們願意學，因為這東西是可以去做生意的，也可以去賺錢的。我可以教你們，這樣子。我目前的想法是說，先這2樣先給它穩定下來，然後再來看廟務的問題，應該每一年都是差不多這樣子嘛，就是熱鬧，每年的元宵節熱鬧，我們在這個中秋節過了以後，我們就開始明年的元宵的討論，明年的廟務要怎麼走，我們要繞境要到哪個地方，各個地方的人士我們要怎麼樣去處理，然後竹竿炮我們要怎麼樣來分配各方面。古天呢也就路繼續做安尼，都全部都滿好以後啦，就在過年前啦，過年前我哋就會對告，對告你聽有嗎？對告就係跋杯。跌告。對告對告滿的。明年嚟屆望也會聽到出嚟出巡，就對河就下起來，正月14稍早嘅鬧嘅咯，暗晡也就河婆人盡攏會對睇到廟嗰樣天壽，看來做埋嘅事情，我哋就要準備擂茶湯、擂茶盤，本佢哋新年每樣杜基咁樣。古天呢，都繼續韓國重點上不用睇2年囤飲食方面近日就咩愛繞境咯就從2023年啦剛好就是有這個高雄師範大學的一個吳宗傑教授，跟李春燕老師的協助，他們到馬來西亞去幫我們把這個祭文的這個禮儀幫我們取經回來，又幫我們正音，然後錄音都錄好了交給我們，
从2023年开始，我们就用河婆话来祭奠了，这样。其他一个韩国后生的消费可以继续去顺势嘅来推广韩国传承河婆客家文化哦。今日非常感谢总干事安精彩嘅分享，多谢。多谢我们主持人多谢那个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明年的那个元宵节希望你们来这个千老爷紫泡糕，然后下去冲泡，展现一下年轻人的勇气。谢谢。大家，加稍後來請觀眾朋友聽論線上好好運通。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有請大家去到我哋嘅面書粉絲專頁面站，韓國聽嘢 YouTube 頻道，隨時發落福喜來嘅消息。